在一人，要来讲这个婚林馆讲有一个春仔会工艺师傅叫林培莹，伊毋但功夫好，更加是拍拼，要互这项传统的工艺有更加多元的表现。所以讲，专工甲出名的设计师周如影合作，打造今年巴黎奥运中华队最好这个冰尖，用代表这个勇敢的油菜花甲国花梅花做主题，期待讲这个选手会当有好的表现，同时嘛，互台湾传统的工艺会当杀上国际舞台。春仔会工艺师林培莹展现其好手艺，将铁线顶顶的材料变作是美丽作品。林培莹是婚林馆真有名的电花工艺师，伊和伊的技术团队用了半年时间，制作出两种400类的梅花和油菜花冰尖，希望给选手带来力量。油菜花呢，它代表就是无所畏惧；梅花就是我们的国花啦，就是意思就是希望我们的选手能够无私的为国家去比赛。然后争取光荣。林培莹这摆嘛特别邀请好威镇顶溪社区的春仔会学员，同齐制作这优乐的冰尖，真侪学员都感觉真欣赏。这些同学呢，都是大概跟着我做，大概最多也都有10年了，那功力都很纯熟。期待台湾的奥运选手发挥上好的表现，同时嘛借由这边的合作，和全世界欣赏到台湾传统工艺水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